喺一個陽光明媚嘅日子，Sophia 嘅生日派對喺城堡裏面舉行。Sophia 計劃緊呢個派對，想令到所有人都覺得開心。唔小心，Sophia 將蛋糕跌咗落地，整到爛晒。Sophia 覺得好沮喪。Sophia 唔知點算好，同朋友望住爛咗嘅蛋糕，塊面上面流露住好失望嘅表情。佢決定同朋友討論點樣解決呢個問題。最後佢哋決定重新製作一個蛋糕。喺大家嘅合作下，新嘅蛋糕好快就整好啦。跟住派對舉行得十分之成功，大家都覺得好開心。Sophia 注意到一個新嘅同學孤獨咁樣坐喺隔籬，於是佢就主動邀請佢加入。朋友們見到 Sophia 主動邀請人哋一齊玩，佢哋亦都一齊同嗰個被孤立嘅同學一齊玩。Sophia 明白到智慧同埋慈悲係克服困難嘅關鍵。